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19，诗篇86篇12到13节安尼讲：主，我的上帝啊，我要专心学乐你，我要荣光你的名到永远，因为你对我发出大的慈爱，你救我的性命免落极深的阴间。三角来祈祷，我要专心学乐，搁荣光你的名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圣洁公义的至高上帝，你照你的公义，带阮行正直的路。主啊，你是怜悯慈悲的疼痛天父，你用你的慈爱扶持阮无跋倒。主啊，求你听阮讲，在阮的苦情，阮的王，阮的上帝啊，求你听阮求救的声，因为阮对你祈祷。主啊，你要赐福给阮，用恩惠亲像灯牌，四面为阮。主啊，你是至大，无人通比；你是至善，万民称谢。主啊，我要专心学乐你，我要荣光你的名，因为你对我发出大的慈爱，你救我的性命免落极深的阴间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